后来新闻工作者长期互跨国的平台来拍摄，所以无法度摕到应该有的利润。台湾大学、政治大学甲师范大学新闻系所的学生开记者会呼吁，爱赶紧来立法。讲其实立法院长度审查新闻议价法的草案，但是条约无共识，所以专案保留送党团协商。新闻有价，新闻有价，平台付费，平台付费。学生同齐喊口号，表达对新闻业的烦恼。因是来自台大、政大甲师大新闻系所的学生，今日早起开记者会，呼吁新闻议价法赶紧立法。那最近一次回家，我妈妈她就拿着一篇报道问我说：“写这篇报道，媒体有收钱吗？”那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业配新闻。媒体的一个低薪跟他的过劳，就已经很难让一个记者可以发挥他的专业。我听将看新闻的方式改变，跨国平台像谷歌、Meta 提免费的新闻内容，将流量加广告的收益规划放弃。新闻工作者所无法度得到合理的收益，为争取接业务配合新闻，或者是写一寡啥人来看的标题赚流量，对使整体环境变歹。学者呼吁爱立新闻议价法，要求平台将利润分配建立新闻资金。其实昨立法院有审议相关草案，也毋过条约无法度达成共识，专案保留送党团协商。只要没有任何的党团有在提出意见，他就随时可以进到立法院完成2读跟3读。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赶在这个会期之前完成3读。我们也支持媒体议价法，希望朝野能够来定出一个合理可行，也能够反映媒体需求、社会需求的好的法。看起来条约拢希望立法，也毋过讨论到今，目前还无共识。新闻系所的学生对产业无信心，更有可能的地区人才欠缺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